我是火子，一个有咧用台语文的 VTuber。今仔日我要来回答 Threads 顶面甲台语有关系的问题。不懂就问脆，台语是用罗马字也是汉字书写的？其实拢有。以前的台湾人捌用全罗马字甲全汉字来写台语。清国时期的传教士就有查罗马字过来，迄阵就有用罗马字写台语，互大众通好学捌字。迄阵发明的即种字，叫做白话字，毋但会当摕来读圣经，嘛会当摕来读报纸。迄阵就有台湾府城教会报，迄就是专用罗马字写的。若要讲全汉字的，学念歌也是做歌仔戏，就有可能是读全汉字的歌仔册。这两种书写方式伫古早较是分开咧运作，无互相透烂。毋过近代的学者有人主张汉罗合写，什么意思？汉罗合写就是汉字罗马字连做伙写。有的人感觉安尼甲日文真像，日文嘛是有甲卡那甲汉字做伙用啊，会使兼有罗马字甲汉字的优点。我家己嘛较惯势汉罗合写。毋过，毋管你是要用全罗、全汉，还是汉罗南，其实拢会当。所以台语是用罗马字也是汉字书写的，拢有。嘛有真侪人是两种连做伙。台语的歹势甲实例使用情景，哪像有小可无共，敢有人会当记咧？我的语感是歹势较无遐严重，有时甚至毋是你做毋对代志哦。比如讲要甲人借过，也是要问路。咱会讲歹势，敢会当借过一个？歹势，请问要去火车头爱安怎行？实例听起来就较正式，是真正做毋对代志，才来甲人会实例。台语歌手咧 talk 的时阵，是安怎毋是讲台语？这个现象其实咱定定看会到，因为台语的传承状况其实无介好。多数人其实是无惯势，甚至是无法度用全台语讲话。毋过，若是大家拢干那用台语来唱歌，袂用台语来讲话，这个语言其实嘛死去啊。较早可能是因为国语政策，甲台语打压做一个较低落、较怂的语言，所以伫公开场合，真侪人毋敢，也是无想要讲台语。现代有一寡人是有意识到台语其实无一定是较怂，毋过想要用全台语演讲嘛无一定做会到。即种想要做煞做袂到的心情，其实嘛是真艰苦的。大家会当做的是鼓励愿意讲台语的人加讲，互人感觉讲台语袂妨气嫌，袂妨笑，安尼较有可能会愈侪人讲。自学台罗遇到一些瓶颈，想请教大家：台罗真的一定要对应汉字吗？台语内底确实有真侪词是找无汉字的，比如讲真侪外来语原底就无汉字，比如严谨、赖大、乌多摆，这个词你硬要找一个共音的汉字互伊，嘛毋是做袂到，毋过就有影是加加加。另外有的字原底可能是为汉语流传落来，无毋对，毋过遐个字实在较少用，字嘛较复杂，比如讲恶杂、戆戆。这个字我嘛感觉会当直接用罗马字去写较有效率，甚至有的人会认为罗马字你迄17个字母学了，你着啥物事拢拼会出来。汉字煞是逐摆看到新的字拢爱重学，来主张无爱用汉字，规气用罗马字就好啊。这其实嘛有伊的道理，像韩国甲越南以早嘛拢捌用汉字，落尾因就是甲汉字献上。韩国改用全颜文，越南用全罗马字安尼。台罗敢真正一定爱对应汉字？无一定，嘛有人用全罗马字写台文，嘛完全会通。为什么香蕉的台语不是香蕉是金蕉？为什么香菜的台语是芫荽不是香菜？这是因为台语的词毋是为中文直接翻过来的，可能有真侪人拢有即个迷思，会感觉台语就是甲华语换一个腔来讲。毋过其实台语甲华语是两种无共款的语言，文法、词类拢有争差。比如讲华语是讲吃饱饭，台语是讲食饭饱才对。为这就知影文法有影无共，词类嘛定定无共。像存折，咱讲寄金箔啊；穿山甲，咱讲拉里。你看，这就天差咧地。
是安怎经招毋是芳招，是安怎烟水毋是芳菜，无安怎，就是因为咱本地就是安尼讲尔。这到底路标需要用台语拼音给只会台语的人看，还是给外国人学台语？第一，迄其实毋是台语，迄是客话，对无？伊写拖延期，这应该是客话。第二，你感觉无需要，无代表其他的人无需要。伫推动国语政策进前，台湾人其实是讲家己的本土语言的，客人讲客话，河洛人讲台湾话。毋过即马大家拢惯势讲华语，这其实是外力介入造成的结果。即马的路标全拢是写华文，咱一定要会晓华文，才有法度看路标。其实是互咱失去，干那会晓本土语言就会当生活的权利。所以伫路标顶面加本土语言，其实是一种语言方面的转型正义，而且伊无甲华文的路标拆掉嘛，无炸掉，根本无影响到你啊。路标写本土语言是为着互咱有用本土语言生活的权利，这是咧保障人权内底语言权的一种实践。个人想法，可以不要再讲台语了吗？台湾的母语又不是只有台语。每次翻译讲台湾语的时候，都忍不住在心里吐槽，想那客语、原住民语不算台湾语哦。台语或者台语，是因为伫国语政策进前，台语是台湾上主要的通用语言。像意大利主要通用的语言是意大利语，不过其实因遐阁有人讲维内托语、西西里亚语、拿破里语、萨迪纳语，大家嘛要是甲意大利语或者意大利语。而且客人甲原住民凡世嘛无希望家己的语言或做台语呢，甚至台湾这个词本地就是原住民对汉人族群的称呼，安尼甲原住民语或做台语，是毋是有淡薄仔奇怪？毋过你若是真正无想要甲即个语言或做台语，要是有别个名会当用。咱讲的即个台湾话，嘛有人甲互做河洛话，河洛即两字安怎来的，我就无遐了解啊。毋过，确实有介侪人会用即个名甲咱的语言称呼啦。希望今仔日有回答到大家的问题，有用就来我的频道，会当听搁较侪台，毋是会当听搁较侪河洛话哦。